美國膳食指南更新，靜脈曲張嘅人究竟點樣食先至更加健康？咁其實呢個指南講得好直接嘅，就 eat real food， 食翻真正嘅食物。咁因為血管嘅健康啊，其實同我哋日常嘅食物啊、生活習慣都有關係嘅。如果長期食一啲重口味啊、加工、糖多鹽多嘅食物，個血管嘅內皮啊，亦都會慢慢受損，從而造成一個血液回流變差，甚至乎容易形成一個血栓嘅情況嘅。靜脈曲張嘅人應該點樣食呢？我幫大家總結咗幾點。第一個，蛋白質一定要夠，建議咧每日食一啲魚肉啊、雞肉啊、瘦肉啊，或者一啲豆類啊。咁啲蛋白質咧可以幫助我哋去修復嗰個血管嘅內皮啊，減輕一啲水腫，甚至乎可以提升我哋嗰個肌肉嘅功能嘅。第二個，多食一啲含有膳食纖維嘅一啲食物咯，比如話一啲穀物啊、蔬菜啊、水果啊等等，咁可以改善我哋嗰個胃腸道嘅功能，減少便秘嘅情況。咁你去大便嗰時候通暢舒服啦，咁我哋嗰個腹部嘅壓力減少，咁下肢佢靜脈嗰個回流啊，亦都會更加順暢嘅。第三點，脂肪佢唔係一個壞人嚟嘅，揀啱嘅係最重要嘅。嗰個指南非常之強調要食一啲好嘅脂肪嘅，比如話啲橄欖油啊、堅果啊、魚油啊等等，對我哋嘅血管係有好好嘅保護作用嘅。咁一啲反式嘅脂肪啊，或者煎炸嘢啊、加工嘅食物啊，有可能會令到我哋啲血管慢慢發炎嘅。同時咧，嗰個鹽分唔可以太多嚇，因為食太多鹽咧就容易水腫，咁啲腳可能會更加脹、更加唔舒服啦。咁最後再簡單總結下，其實靜脈曲張咧，當然唔係話靠去飲食去調理或者去令到佢變好嘅，只不過可以幫助我哋緩解一啲症狀啊，令到你可以保持一個比較健康嘅狀態。真正需要解決靜脈曲張問題咧，就要依靠啲醫療嘅手段啦。如果大家有類似嘅問題，一定要去諮詢專業嘅醫生，甚至乎要去到線下去評估、去治療先係嘅。OK， 今條片就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仲有咩問題，歡迎留言落嚟討論。咁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